红海度假胜地好加达外海27一只观光畅水艦发生意外，6个罗西亚籍个观光客死亡，另外有19个人受伤。有报道指出，这只畅水艦哪像是弄着大石。 在批到事故现场的搜救人员成功救出受伤人，暗过发现已经有人不幸罹难，4只全部拢是弱势者，其中2人是已经结婚的遗书，因为囡仔拢已经送医，也有29个身体得救。根据弱势国营媒体塔斯社引用一个弱势官员的讲法，4只当中有囡仔。 这只观光畅水船新巴达号伫红海度假胜地好加达外海失事，有45个乘客、5个埃及船员，陆客除了 Russia， 其他乘客国籍分别是印度、挪威甲瑞典。失事原因调查当中，暗过热社旅游业协会伫社群媒体引用无经过证实的报道，观光畅水船伫水深10公尺的所在弄着大石，失去船压。这是最近几个月伫红海发生第2件观光船事故。去年11月发生冰船，11人失踪，个被推断死亡。 好加达是伫埃及海路东南部，是一个海捕甲船河岛出名的旅游胜地。一个捌伫今年2月参加同款的观光畅水船旅程的游客，甲英国广播公司 BBC 讲，观光畅水艇用户甲真好，甲宣传相片同款，包含新的彩绘、现代化设备，还有专业会讲英语的工作人员，也有2个畅水人员被判落水。 乘客会乘车用真这种有严的安全罩盖，无法救生衫，行程差不多40分钟。欣赏船河岛的时阵，畅水船毋捌划受惊。公司新闻，恩文玲编译。